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6回。我是鸟豆，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甲阿明。这个读册会逐礼拜一举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是要催促大家加讲台语、加写台文，希望大家加讲家己的母语。前5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毋过才有真辛苦去了这个读册会网站，阁有阿明、小甲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搁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湾通信这本册，甲前5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仔收听，搁伫咧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址搭伫咧空间顶面，欢迎大家去网站看卖。抑阁有读册心得的发表问题，若是有人感觉读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有啥物感想看法，会使写你的读册心得，发表伫咱读册会网站顶悬。读册心得，请大家用台文、罗马字抑是汉字拢会使。这礼拜竞选的文章是台湾霹雳火甲台语的出路顶篇。台湾霹雳火的意义，作者是坂井先拜。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第458页开始，线顶第119期第4页开始。无册的朋友，同款会当伫空间顶面看到连结。这礼拜选的这篇文章，我是感觉真趣味，请大家做伙来读看卖。若有想要读册的朋友，会当先阅卖。安样，这篇文章伊有6段，毋过伊其实逐段拢无讲足长。你看你要读1-2拍，拢会使。好，感谢你。台湾霹雳火受到少年人的欢迎，今年得要结束啊！今年对台语界上界轰动的话题，应该是三立台湾台的8点档连续剧《台湾霹雳火》。虽然这出剧伫7月22完结，不过也继续伫媒体顶面争做话题。不过我本身无咧看台湾霹雳火，敢若伫要结束最后的一礼拜才看到，感觉不假趣味，诚做近年来我上欣赏的台湾电视节目之一。台湾霹雳火的特色是有创意，譬如讲大量使用手机的剧情，十分反映现代文明的现状，阁有大量使用哈人的表现出台语的活力。以上。感谢阿杨。阿杨读的这3拍，大家敢有倒一个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我感觉无呢，无听到啥物。我敢会使请问恁10分啊，拢是讲10分还是讲10分啊？我会讲10分呢，我毋知安尼讲敢对。10分听起来是较文音吼。我嘛感觉阿杨读起来会真顺真好啊，刷落来。啥物来读？莫妮卡，你当时要读？我讲你会当经你要读倒一拍哦。不要紧，我就煞落读。感谢恁。剧内底上有人气的刘文聪，本来是小配角，颠倒上受欢迎上红超人气，这就是一种放弃。观众无一定受媒体的影响，观众会当有家己的选择。大歹人刘文聪甲布袋戏内底出名的歹人角色常进人，我不要量，同款为着达到目的，用啥物款的手段拢无要紧，搁较恐怖，搁较努力是未做过银行经理的查某人邢淑兰。我看的时阵，刘文聪甲邢淑兰2个人定定用手机啊互相按对方嘛，这个发音怪怪，我来。好，感谢莫妮卡。感谢莫妮卡。遮头拄仔有听到莫妮卡几个迄个袂晓读的所在。第一个是迄个常进人，我是会讲庄敬人啊。过来迄个后一段搁较鲁的是捌做过银行经理的查某人，迄个是捌。最后的所在就是互相哈对方。请问一下，迄
华文的讽刺，台文要安怎讲？我感觉你念得对呢。讽刺吗？嘿啊，哦好，多谢。我会讲考试，考试。好，敢还佫有啥物所在要和大家讨论？我有看到两个字吼，就是即趴的头一抓甲第二抓有迄个头一个是人气吼，啊甲后壁迄个超人气啊，啊是毋是迄个人啊？伫即两句读的迄个字无共啊？有人气还是有人气？啊超人气是超人气还是超人气？敢会使请大家甲我嘿？即两个所在我是拢会讲人气呢。人气甲人气的意思敢有相像，还是只是分别音？我感觉人气敢是真正是一个人，有人的气，有人的气味安尼，对无？台语的人气是讲人的烟火，人气啊人气是讲人的气。OK，所以迄无共音，迄意思就无共安尼。好，安尼了解。啊，搁有迄个刘文聪啊，嘿，迄个刘是毋是刘啊？刘对，老文聪。对。啊，拄则敢若听莫妮卡读刘吼，较无伫头一共安尼。遍读刘。哦，好，嘿，以上是我的补充。感谢小嘉。啊，下面请讲。我有看迄个台语大词典，迄个人气内底，伊的例字嘛有讲人气旺，所以我想伊可能即两个意思拢有通。啊，我看台湾词典对应，人气甲人气拢有人讲，所以应该是拢会使。有就是有一句话读了较无好势，就是第四抓迄个为着达到目的，用啥物款的手段都无要紧。头前迄句为着达到目的，啊，佫是都无要紧，毋是拢无要紧。感谢下面啊，后一趴，咱今仔日人较少诶，安尼主持人来跳落来读啊。后一趴啥物来读？我读好啊。感谢暗讲者。台湾霹雳会基本资料，即出连续剧为2002年6月开始放送，拢总有285集。2003年7月22日完结播出，一年1个月，是台湾历史上第2长寿的剧。第一是华视的保镖350集，拄仔开始的时阵，收视率无遐悬，2%以下。但是去年年底播出伤过激动的场面了后，收视率忽然间成长。结束前一暗，7月21日播出的场面，查某歹人邢素兰甲刘文聪枪战的中间，刘文聪死去。迄天的收视率创造台湾最近几年来的纪录，13.33%，超过同一天无线4台、民视、台视、华视、中视8点档连续剧的收视率总合计11.88%，真正惊死人！伫8点的黄金时段，一台的收视率赢过主要4台以上。感谢暗讲者，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无问题。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个，就是伫咧上尾啊，迄两段吼，迄个收视率总合计啊，迄个合计大概是会读合计还是合计啊？毋是计，歹势，计啦，合计还是合计？下面请讲。我先讲你问的问题，合计啦，计算的计，我会安尼读。甲就是讲拄则第二抓迄个第二长寿，我毋知拄则是毋对，我听着长寿，长寿、长会寿，再来是迄个内底有出现做侪摆迄个收视率，我毋知我拄则听过若摆，敢若迄个字拢有，就是有变做缩起来的声音，毋知是毋是读毋对去还是安怎？收视率，我拄则听起敢若是收视率。感谢下面，大家感觉有意思要讨论？无安尼，第7趴敢有人要来读？即摆我来读。感谢下面啊。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1990年代有线电视开放了后，收视率上悬的8点档戏剧是2000年民视的《中南的新妇》13.52%，民视2001年超人气的《飞龙在天》是12.67%。虽然霹雳火输《中南的新妇》
一术啊，但是赢过的威廉在天。霹雳花甲其他连续剧无共的特色是吸收真侪学生、少年人，其他的8点档主要拢吸收欧巴桑，这是一个爱注意的特点。以上。感谢阿明。即摆大家敢有倒一个艺术要讨论？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我查迄个新妇啊，我有查着迄个媳妇，毋过应该无人安尼讲吼，我敢若毋捌听着有人安尼讲。无呢，毋捌听过。感谢大家。刷落来是老文聪的名言，即摆我感觉真趣味，敢有人要来读？小嘉，对，就是我，我要来学迄个老文聪讲话安尼。安尼我要开始啊！我就甲第8拍、第9拍做伙读的。老文聪的名言，我甲剧里有人气的角色老文聪的名言记伫下骹，我无介意输的感觉。送你一桶汽油，甲一支番仔火。你即只走狗，你上好莫惹我生气。我心情若无好，我就会袂爽。我若袂爽，我就是要报仇。我若报仇落去，后一个要死啥人，连我家己都毋知影。糟糕中不做狗，我不给。邢素兰，我警告你啊！我是真心爱永辉的哦，而且我阁需要你进贤来替我趁钱。你要当着啥人，我拢无意见。你若当着永辉甲阿贤，我就送你一桶汽油甲一支番仔火，烧甲臭火焦的尸体。我相信你无看过哦。会当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死甲真歹看。少年人毋若学老文聪的名言，佮改编创造新的流行语，譬如下面的话：一个某下阴翁，莫惹我生气。我心情若无好，我就会去踅街。我踅街，我就想要买物件。物件若买落去，会开偌济钱，连我家己嘛毋知影。以上。感谢小嘉。即两拍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其实我家己有呢。我伫读的时阵，第9拍流行语啊，是流行语还是流行语啊？阿明，我会读流行。我嘛读流行。感谢。无啥物意思要讨论吼？安尼，撒开有出来。海你请讲。我拄则听你读迄个名言，你敢若读做名言，敢是？你敢会使了解？名言是有落音还是无，落音的问题？我是讲头前迄个，头前你敢若读做名，你若要读就是名，也是讲名。名，安尼我了解，嘿，好，感谢。无好，后一拍。粗鲁敢是错哦？刷落来就是换我对。我。粗鲁敢是错哦？对台湾霹雳火，足侪人批评讲用的语言伤过粗鲁、暴力，对少年人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台湾教会公布7月7日第2680期，充满着即种角度。其实2002年12月以前已经有用番麦插入尻川，热甲头顶下流的场面。行政院新闻局嘛要求因检讨甲罚钱。有人批评讲因台语的发音无准，像老文聪读做老文昌，邢素兰读做邢素兰。有人甲即点掠包，讲即出剧对台语的发展有负面的意义。毋过语言无斯文，歹听，台语发音毋对，敢有问题？长老教会系统嘛好，定伫中文媒体顶悬写文章的知识分子嘛好，拢爱斯文雅的物件。
毋过这嘛有危险的盲点甲陷阱。现处时的台湾，竟若摕去书文甲文仔，定定就会互中国式的书文甲文仔牵去，永远无法度确立台湾主体性的文化。当然，我并毋是讲台语是无书文的语言，敢若是爱提醒书文本身的内涵甲意义。以上，请大家甲我讲我倒位读着形素兰甲迄个素甲迄个素爱安怎读啊？伊安尼，我顶倒袂晓读。第二个应该是素，那下面请讲。伊主要是讲迄个速度的迄个速是有声音有收缩，后壁迄个是速，就是即摆的人就是后壁的声音拢无收缩，因为华语无即个收缩音嘛，所以就是主要伊是咧讲即个问题。感谢海比，安友你好。你好，歹势。你敢有倒一个事要提出来讨论？无，我本来是要讲迄个素甲素，无。素甲素，感谢你。感觉有倒位我读了，海比请讲。迄个拄则有读着一个是盲点甲陷阱，我拄则听毋知敢有合喙。我拄则听敢若无合喙。无合喙。陷阱，感谢海比啦。无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嘛感谢大家的指教。安尼后一趴，14趴。对啊，若是后壁新入个朋友，若是无要夹麦，咱就为夹麦人搁继续读落就好啊。无我继续读即段。我是莫妮卡。莫妮卡小等一下，梁姐开车吼。我差不多10几分20分。无要紧，安尼你按先开车哈。咱就请莫妮卡来读，感谢莫妮卡。好，当然，台湾霹雳火的制作爱细腻，我不要念的所在嘛是有。编剧定文化是香港人霹雳火的激烈性是引证，香港是警匪局的做法甲美国。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另外香港甲台湾地演艺界有遐尼密切的关系，本来就是国民党挑工安尼制作出来，所以接受香港式的制作方法，无法度达成咱台湾工作者的脱华理想。这点当然有负面的意义，毋过实说讲有即种的负面，毋过霹雳火的正面意义比负面意义较侪。以上。感谢莫妮卡。莫妮卡读的即两趴，大家敢有记住要提出来讨论，伊袂晓读的部分，敢有人要来读？迄个我听着两个，一个制作人迄个制作嘛，敢是？你拢念制作，佫有是毋是有一个细腻？细腻即个所在会当甲念做幼路。感谢梁姐。请问一下，迄警匪剧的台语要安怎讲？阿明。歹势，我拄仔无开麦。迄警匪，我会讲警匪局。警匪局，多谢。我补充一字吼，就迄个第14趴的上尾遐，工作者是工作者工对，工作者工嘿，毋是工。以上。迄个补充一下，拄仔讲到迄细腻，我想这敢是迄个台文汉字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字我家己也是会读做细字啦。细字好。感谢阿明提供另外一个读法，下面请讲。
迄个是细字无对啦。啊，过来是拄则有听着一寡读较无好势的所在。第二抓迄个激烈性，激烈性，啊，甲后壁迄个香港式的，拄则有讲啊，其实迄个警察甲警察即两个音拢有，就是你看你要读警匪局，还是警匪局拢会使。啊，局的局嘛有人会读做戏剧的剧，啊，所以其实即两个音嘛是会使。第三抓后壁迄个，第三抓头前迄个是闭决。秘密的秘，闭决，啊，甲后壁迄是演艺界，艺术的迄个演艺界，演艺，佮有后壁尾啊第二段迄是制作，制作方法，制作，啊工作者拄则有讲啊，再来上后壁迄段是负面。好，多谢你。感谢李老师。歹势，我搁请问一个，迄就是上尾两项迄个，毋过迄个设施，迄台文要安讲？这个我应该是讲毋对。啊，海比老师请讲。这个是我拄则无讲的，设数讲。多谢。感谢海比老师，感谢莫妮卡。后一段发音无准，敢有人要来读？第二你来啊！第二来啊！敢有要甲咱读一寡？第二你敢有用参考？晚安，你敢有用替阮读？为发音无准这边遐。是。安尼发音无准，讲霹雳会连续剧的台语发音无标准，那安尼批评的人就要主动提出替代方案。批评是真简单，批评发音无标准进前，咱就要面对。即马少年人甲朋友中间差不多拢讲华语的事实。当然，少年人伫感情上亲密的部分，抑阁侪用台语。毋过，少年人甲同年代的朋友接触的时阵，拢讲华语，嘛是袂当否认的事实。即马少年人欢喜讲台语的机会差不多拢无，甚至最近南部囡仔嘛有沦陷的现象。霹雳会的台词因为真趣味，所以有法度吸收少年人、学生仔，才有法度造成少年人欢喜学、欢喜讲，甲台语成做一个翁仔上的真酷的语言。即边是翁仔唱还是翁仔上，我无确定。演老文聪的演员向袂晓，伊的台语个人专辑《心爱走天涯》。早伫7月22日已經賣11萬張以上，是今年銷路上好的專輯之一。好，先讀到這。第二讀的這3趴，大家想有意思要提出來討論。第17趴的迄個淪陷啊，伫中甲後壁的所在，淪陷是淪陷還是淪陷？這是我較無確定，所以提出來甲大家請教一下。海比請講。第7條含，毋過因為淪陷這個詞其實是為中國語來啦，毋過若含這個是第7條。感謝海比，閣有迄個第二講的迄個，伊無確定是翁仔上還是翁仔上，阿邊。我咧想講翁仔上甲翁仔上甲上是毋是有較差的問題啊？這個詞是毋是迄個華語偶像的意思啊？海比請講。我想伊應該就是咧講偶像啊，偶像是念做像，當然迄腔口差嘛是會使念做像，所以若再來就是有偶像即個講法，毋過是應該是教會內底較常用，使直接講愛豆啦。愛豆，好，真好。這個演員應該是金庸吧？嘛毋知這是毋是伊個本名？感覺有啥物事要提出來討論？好無？第19趴通牌人數，敢有人要繼續落去讀？
刷落去是毋是阿明啊？若是按样无，也莫就是按公照呢。按公仔，你敢还有要来甲阮读一趴？好，我刷咧读好啊。感谢。统派人士真惊台语流行，特别是外省人作家琼瑶批评霹雳火品质上伤歹，伤差。毋过真好笑的是，琼瑶本身听无台语，既然听无，要安怎有法度批评讲品质伤差？琼瑶怨道霹雳火伤红，颠倒伊的华语连续剧《还珠格格》无人看。无人看《还珠格格》的原因是，格格是封建的物件，甲现代化、民主化、本土化的台湾无关系。愈来愈无市场，嘛毋是因为台湾观众的水准伤差，看无。统派人士看到台语文化的流行，就惊想要来压。这是大中国的意识形态，无意外。以上。感谢安公姐。这两趴敢还有去想要提出来讨论，还是有无共款的讲法？琼瑶啊，我其实毋知要怎读，毋过伊就这个名，我就直接讲华语就好啊。我是无遐尼要义啦，毋过嘛会使讨论一下，讲这两个字的台语是安怎读安尼？是毋是琼瑶？应该是瑶。琼瑶。琼瑶，有人有无共款的读法无？好，安那无问题，咱搁继续。21趴是毋过一寡本土派的，刷落来是阿明。好，毋过一寡本土派知识分子嘛，甲因共鸣，单共调，甲统派做阵出声，提起啥物无书文顶理由来骂霹雳火，是真奇怪的代志。伊嘛知影，甲台语连续剧安尼骂结果，对琼瑶迄堆统派的人，会尾后甲真无简单出头的台语剧丢后骹，诚做打压台语流行文化的凶手。讲较歹听，因就是叫人使尾啦。以上。感谢阿明。阿明读的这两趴，讲人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还是有无共款的读法？无吼。好啦，换小嘉。好。小嘉。我读两趴吼，我读较慢的，看迄个量词敢有够厝啊，安尼伊就会使甲后壁的读煞安尼，嘿。要安怎发展霹雳火的成就？2年前，学生族群内底真红的台语广告节目《铁狮玉玲珑》，嘛是三立台湾台放送的，是综艺节目《黄金夜总会》内底的一个单元。有人气的原因是广告用现代风伴奏，会当互人哈哈笑，嘛大量制造台语流行词，真无彩的。广告的主题拢是中国古典，歹势，定定讲咱中国，安尼看起来，霹雳火拢无伫讲中国。徛伫脱化的观点来看，霹雳火比铁狮进步真济。以上两趴。感谢小嘉。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迄个铁狮玉玲珑，迄个玉爱有落音歌，你念玉玲珑，吼，搁一个有人气，你念人气，遮我会念真气。好，以上。好，感谢梁子。下面请讲。第三章迄个单元的共款迄个歌无念出来，还有迄个戏出的名是霹雳火。
两个拢是叶个音，霹雳火。感觉有技术要提出来讨论。我敢会使请问大家是玲珑还是玲珑啊？还是拢会使？玲珑。第三撮迄是毋是伴奏？感觉有伴奏，感觉有技术。无吼，安尼上尾两拍，用一你敢教出啊？好啊 ，OK。OK 吼，好，好，感谢你。好，过来批评霹雳火的人，尤其讲演员台语发音毋对的人，真无聊，阁老哭哭，老臭屁尔，因固执家己台语的理想形态，无咧看少年人的现实。即马要推缩台语运动，上爱检讨的问题是，要安怎甲少年人扭转来讲台语？即马讲发音标准颠倒，无法度吸收少年人。你讲标准，毋过少年人的问题是因根本无机会讲台语。你强调标准，毋过若无法度吸收少年人来讲，台语会死去。霹雳火真伟大的所在，无论安怎，你甲少年人扭转来讲台语。咱也希望台湾搁较本土化，期待恢复台湾母语。安尼，咱就爱承认霹雳火达成咱无才调做的代志，就是互少年人欢喜讲台语。咱爱徛伫霹雳火所达成的成就来讨论要安怎去创造后一步的发展。以上。感谢梁姊。大家讲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头一拍吼，上尾啊，迄个理想形态啊，是理想还是理想？拄则梁姊敢若读理想吼，这是毋知是毋是你的口音，因为我家己读理想。我读理想，我读应该是读理想嘛。安尼拄则都口误安尼，无要紧。好。感觉有下面请讲。上尾拍迄个头一撮吼，迄个推送吼，我是建议其实一般因为即个事是近代台语文运动了才出来一个新的事啦。毋过若就台语的迄个再来迄个事来讲，迄个毋通当做推啦，因为推就是比如讲你手顶你的手骨，还是无得甲手啦，就是讲你的身躯顶。迄个配的所在，你安尼甲推一下，就是小可出来安尼甲推一下，也是讲你要共拍迄个推，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若要讲，我是建议大家爱讲吹送啊，吹就有迄个意思。过来另外就是尾第四抓迄个恢复台湾母语，头前迄是恢。感谢下边。至于咱们的朋友，敢有啥物意思要参咱讨论？是 Eric 是吧 ？Eric， 这位朋友顶回有来过，讲伊叫做阿奇，是毋是你？头像是无共款。无啊。敢若有。无啊，无换。好。我来，咱讲。先互拄则有咧讲诶，米敢是？先互伊讲了。伊讲了啊，吼。我要讲诶嘛是头拄迄个吹杀吹箭诶吹啊，我是有去现字典有看到即字，嘛有人伫迄个台语内底嘛有人，伊是嘛有写记做言读做车，就是车道的迄个车杀安尼。好，感谢。若是咱即摆即个状况有无？伊要promote即个台语，是应该要读吹，还是请下面补充。这就是其实吹杀还是讲吹讲即个事，拢是现代创造出来的事啦。就是台语原底其实无即个意思。当然若较歪意，就是讲迄个吹油，就是讲
就是咱比如讲油门吹一碰，迄个吹的，伊就有迄个意思。其他的就是讲像伊若是你若用迄个汉字去吹，就会出现做侪无共款的音啦吼。像包括讲拄则有讲到一个是车刹，其实做侪意思就是迄个车刹，伊在意思是讲就是甲车走甲伊等去刹的意思。所以迄甲即马咱咧讲迄个吹哨意思是颠倒，可能有淡薄倒变，就是无共啦。所以我是建议，就是遮就是一定爱是用吹，因为其他的音拢无即个意思。所以车刹这词敢若是迄两字伫字典内底写共字安尼尔，但意思是无共的。嘿是。感谢阿奇。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大家读这篇敢有啥物感想？大家敢有看过台湾霹雳火？莫妮卡请讲。我啦，我要讲，我有看过。你有看过？我嘛有看过。不过我要找即出迄剧的，伫网络要找真好找呢。伊就讲，因为我较早毋捌看过。因为迄当阵网络无遮时行，迄个时阵2002年，迄当阵网络应该阁是拄开始，应该是拨接的时代尔，无人用拨接看影片的，安尼迄个费用可能会纳袂了。除非三立因家己有搁甲过去的影片整理做数位化，无可能较罕啦，因为像亲情莫计较，就是民视伊是有特别搁整理过的。以上。感谢翁公姐。我是有看过台湾霹雳火，迄阵其实真正是足红的。上一空去有一支番仔火。还有一个鸡蛋糕。对。02年我才拄出世尔咧。像你这少年哦。像阿基啊。我即摆还咧读大学咧啊。阿基在读大学啊，所以即摆20岁啊。你捌听过即出戏无？听是捌听过，但是就是无看过安尼。有啦，伫咧网络 YouTube 有迄伊讲的遐个台词啊。你若有趣味，你会当去找刘文聪的名言。就是这篇顶悬的名言，你会当找到伊讲遐名言的影片安尼。无全部啦，毋过伊较有名的台词，这篇内底应该拢有。台湾霹雳火甲台语的出路顶篇，台湾霹雳火的意义。大家对这篇文章感觉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那无咱今仔日。迄边是有话要讲，要补充。我讲一个例外，就是讲，台视甲民视拢有甲一寡，就是类似即款8点档，就是乡土剧的，伊的节目有诶，伊会甲旧诶放去你 YouTube 的 channel 顶悬，所以若大家有兴趣会使去看。三立的，我拄则找伊是有一个，伊的频道是号做三立台剧。一个频道，毋过伊就干那放较新的戏出尔，就是旧的伊拢无特别放去，这互大家讲参考。因为其实有一寡古早的台语戏出，我是感觉嘛会使罔看啦。你若有时间会使罔看，当然伊内底台语真正是爱看演员的功力，但演员的功力无共，迄讲出来台语水准是有诶先差诚济啊，这互大家罔参考。感谢海比，咱这个消息，互咱这个信息。讲到台视，讲到台视，我嘛真推荐台视较早嘛有一出《罗马教授》，迄出嘛介好看。主角是迄个王世贤演的。罗马教授，好，感谢。梁志，敢有啥物话要讲？事实讲，我对迄个霹雳火即阵吼，我是错歹囡仔大细啊。
哦嘿啊，咱啊以剧情来讲啦，嘿啊，哦，以推测台语来讲，伊是有伊照文章安尼写起来，伊是有伊一定的贡献啦吼。譬如讲，文章内底讲啊，甲少年的诱导来讲台语啊，嘿啊，其实足侪恁来学台语吼，拢是为迄个垃圾话开始嘛，啊为唱声开始啊，嘿啊，少年对即个较有兴趣。嘿啊，但是你若徛伫教育的立场，安尼，我迄阵就有袂少人会感觉即出安尼无介好，败坏社会风气。嘿啊，以上你敢有看过《还珠格格》？我袂爱看呢，哦，迄个宫廷剧的袂少爱看迄种的。嘿啊，安尼梁志请教一下吼，你敢有看过啥物台语的剧？你看了感觉袂歹，会使推荐互家己看。台语的剧哦，有一个迄个黄磊跟梅芳，大概有印象。有一个老演员，一个黄磊，一个梅芳。你是讲雷洪哦？毋是，伊敢若是黄磊的款，毋是雷洪哦。嘿，梅芳，尤其迄个梅芳，伊客语嘛真好讲。哦，迄个像迄个大家敢知迄个星星知我心？啊，我知。迄对老翁仔某啊，迄对讲客语的老翁仔某啊，迄两个台语、客语拢足溜的。星星知我心是毋是伫我细汉的时阵？啊，对。读小学的时阵。迄两个咧讲台语就足水开的。哦。因的剧会当去网看卖咧。感谢梁志。好，无到即嘛，我来结尾。读册会逐摆咱读的文章、讨论的语词，你若有任何的感想、看法，拢会使写你的读册心得，发表伫咧咱读册会网站顶悬。真欢迎大家来写出你的想法，来互大家了解读册心得，请大家用台文写罗马字也是汉字拢会使。咱即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你看到相关网站，若是对台湾俗谚有趣味的人，会当去看卖。若是有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日刊即本册的人，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要买的链接。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即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一再会。大家晚安。感谢大家，晚安。下礼拜再会。